现在做的就是去年剩余的200米，路基和这个两侧的配水电沟。这个剩余的这一段是今年3月，整条街是2017年7月，应该是7月。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，我们只能先干了前边的600米。是因为当时主要是这个拆迁嘛，拆迁问题，所以说我们把剩余的200米放在了2018年干。你看今年也经过这个市政府和这个沃克斯大力支持，把这个拆迁问题都解决以后，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克服困难，争取准备在今年5月1号来这条路。你说其中大概有10条左右10条左右的街道，主要是在这个扫尾和附属干这个附属工程扫尾工作。你说我们一期项目整个完工日期是2018年10月2号。你说这是2期沥青路面修复项目其中的一条街，那它的全长是615米。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洗爆和两侧路缘石的，现在正在这个对一些坑或者说是有缺陷的部位进行切割补坑。那我们补坑完了以后，接着灌缝，预计在下个周可能会铺沥青第1层。我们选用这个改性沥青混凝土嘛，就是简称 SMA 沥青混凝土。不管是从它的耐久性，这个时间长嘛，耐久性就是路面的使用年限，耐久性、行车舒适度，这个环境污染各方面都是比原来要好。开工时间是2017年12月52号。